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。每逢聖誕節，世界各地嘅小朋友都期待一位神秘嘅客人——聖誕老人。但你有冇諗過佢喺出發之前會經歷啲乜嘢呢？今日就等我哋一齊走入北極嘅雪地，揭開聖誕老人嘅秘密任務。世界嘅屋脊，一個被永恆冰雪覆蓋嘅地方，坐落住一個溫暖嘅小村莊。呢度嘅屋係用薑餅同糖果起嘅，煙囪冒出嘅唔係煙，而係熱朱古力嘅香甜氣味。呢個就係聖誕老人嘅屋企。聖誕老人，大家都叫佢克勞斯，有住同雪一樣白嘅鬍鬚，同車厘子一樣紅嘅面珠燈。佢唔係一個人喺度做嘢，佢有一班戴住尖尖帽、着住綠色工作服嘅小精靈幫手。艾爾係所有精靈中最聰明、手工最好嘅一個。佢負責設計新嘅玩具，從識唱歌嘅洋娃娃到可以飛嘅玩具飛機，每一個都係佢嘅傑作。聖誕節嘅前一晚，亦即係平安夜，係村莊入邊最忙碌嘅時候。成班精靈將成千上萬嘅禮物裝上一個巨大嘅雪橇。魯道夫同其他8隻馴鹿已經準備好，要喺夜空入邊拉住雪橇飛翔㗎。準備好未啊，魯道夫？聖誕老人克勞斯細細聲問，佢嘅聲音好似冬日裏邊嘅爐火一樣溫暖。魯道夫興奮咁搖一搖佢嘅鹿角，鼻上嘅紅光變得更光啦。隨住一聲清脆嘅鈴鐺聲，雪橇騰空而起，好似一粒流星劃過寂靜嘅夜空。佢哋飛過沉睡嘅城鎮，越過結冰嘅河流，將快樂同驚喜送到每一個細路仔嘅床頭。喺一個小鎮上面，一個叫莉莉嘅女仔喺窗邊望出去出面，佢一直夢想能夠見到聖誕老人。突然，佢睇到夜空中有一道紅光閃過。聖誕老人靜靜咁由煙囪入咗去屋入邊，將一個包裝精美嘅禮物放喺聖誕樹下邊。佢睇到莉莉留喺台上面嘅牛奶同餅乾，臉上露出咗慈祥嘅微笑。當聖誕老人準備離開嘅時候，佢聽到一陣輕微嘅響動，原來係莉莉醒啊！佢睇到聖誕老人眼睛入邊充滿咗驚喜同敬畏。聖誕快樂，莉莉！聖誕老人克勞斯細細聲講，要永遠相信魔法嘅存在。佢講完就消失喺煙囪入邊。第二日朝早，莉莉打開禮物，係佢夢寐以求嘅嗰個識唱歌嘅洋娃娃。原來聖誕老人真正嘅任務唔只係送出禮物，仲係提醒每一個人要相信愛、相信奇蹟，仲要相信自己。多謝你收聽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， 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每個星期都有全新廣東話故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